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专家有理会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拼计我关拼奖金上最35000，你炸转去哦。35000，你炸转去啊！起价啊！哦，真好，起价啊！好，今来介绍咱的2队的来宾，阮这边先啦，阮姐姐来啊啦，嘿，阮冰冰姐啊，带队来啊，冰冰表台语，咱的组长冰冰姐啊。我是白冰冰，这是我的团员来，伊来介绍一下哦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单思伟。单丝单丝哦，单丝位来，你单丝。单思伟。好，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嘉玲。嘿，港乡的，港乡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小琉球莲花神母的单家伟。焦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祖健。朱健。哎，今日真感谢冰冰姐啊来，因为冰冰姐啊吼来哦，我甲你讲。人要搁唱歌啦，人搁出新的专辑啦，那你点那个宣传这里？绝对不是母子乐园，这叫做姐弟恋。然后两个人唱话呢，我有感觉嘞。嘿，我相信啊，你家庭我分教。这也偌久无好落啊？我2年啊，本来是1年出一遍啦。啊，今年吼本来主打歌叫做体会，咱人生有真济感悟，因为我歌词内底家己写的吼，有真济人是咱爱感谢，嘛有一寡人可能我爱忏悔爱失礼，因为咱人生过程中吼，迄个路向咱唔知影，所以这种爱悔失礼安尼吼，所以迄条歌叫体会，啊，我甲伊合唱这条叫做我会想你，哦，结果这条咧走较紧啊，即摆已经无几工啊，即摆 YouTube 啊已经，嘿，就阮这边是真强，阮真强有影要来拼台语的啦。啊那冰冰冰冰啊，拼台语。咱有一个口号无？要来拼一个无？哦，无咱咯，阮画一个，拼画一个台语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阮就是冰冰队，阮即摆要冰冰冰冰台语。我是感觉奖金已经摕转去啊啦，不然怎？不要紧，阮另外一边嘛是真高。阮这边的，嘿，咱介绍落去。阮这边敢若对名，互你听落，你就知影你名啊。你咧敢若看那活用，敢若名都 Oh no Oh no。不，只要咱听者因的对名，你就知影。来，对名。好，我的对名叫做诺丽美呀。有听到啊？你美呀！对名就我互你伊讲 No No， 你袂赢。那个介绍来，谁去上大机的来？这是小香球啊，香球啊啦，伊是叫做中喇叭。是，来，宣传哦，感谢，我第8台唱片叫做《雨天》，嘿，啊内底呢，除了这个真歌以外呢，内底10首歌曲有5首拢是依婷家己的创作啦，嘿，啊而且内底佫有这个对唱的，吼，对唱的嘛是做。哎，甲这个徐志豪，哎，徐志豪到底合唱？我连讲嘿，后一届有机会，嘿，来，这礼拜来，嘿，咱的边的，哎呦，好来，你的主题曲是啥？这是我的新歌，由我决定。因为我感觉今摆人吼，就是生活中受到足多压力，袂当做，就是唔敢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希望大家会当听家己的心内的声音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谢谢。由家己来决定啦吼，来，组长。甲我介绍来，介绍，这两位是我，来，我是阮的公司工作伙伴。大家好，我叫曾慧君。慧君的边呢？大家好，我叫依金。已经哦，今日来拢真正足实力的哦。是啦。啊，先来介绍咱的顾问老师。好，来，今天欢迎咱的顾问老师是咱林淑琪林老师，拍声欢迎嘞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人讲秋口金，人口心，讲台语，互咱心连心。大家做伙来讲台语哦。耶！碰到讲台语的，互咱大家安尼心连心啦吼。好，今日去咱第一回合无？主计赛开始。
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，大家做伙提。是要提啥货呢？咱这回合吼，就是爱大家来参详，做伙来提详吼，啊，讲看卖咱的正确的答案是啥物啦。好，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筋、什么皮、什么色、什么汤呢？哦，什么筋、什么皮、什么汤？啊，咱上班啦。老哥这边。无饲的腰，你知影？嘿，感觉会腰。好，来，你要什么？面筋，看人的面色哦，顾你看面汤，啊面皮伤介薄，啊伤厚安尼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有够高的。感谢。好啦，这题是牛奶啦。来，恭喜你，得到1分哦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释吼。来，老师。好，来，咱的面巾就是咱洗面的毛巾嘛，哈。是。好，啊，这个面皮拄则老哥伊有讲啊，就是咱的啥，这个脸皮嘛，哈。好，啊，咱的面汤是咱的洗面这个脸盆，啊，洗面的脸盆。啊，面色有2种意思哈，一个是咱的脸色，比如讲，哇，咱今日主持人甲咱10位来宾。看起来面色拢足好诶，气色很好，气色真好。啊，另外一种就是讲，哦，咱来会晓看人个啥面色，好看人家的脸色，比如讲人个生气啊。好，咱等候黑白来，好，是，这是咱今日这个4个答案。哎呦，其实哦，咱写好，咱就当家己吃哦。所以讲咱别看我的面色啊。对啦，因为他都安尼写，我他都安尼，我手会安尼，你这无看我好，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蛋、什么拍、什么吹、什么椒咧？好，来，请出答。紧来哦，紧来哦，紧来哦。嘿，什么蛋无？起来，什么拍哦？紧来哦。哎呦，来哦，来。啊！你看，要搁看面色啊啦。但是这边我替老哥讲话啦，伊有看冰冰姐的面色，这是迄个怡婷市的，这是怡婷市的。我安尼写，我安尼写，来，组长的，来，你有啥物答？你的答案是？小拍，嘿，小烂，小长。小吧，小啊，跟小吹，小吹啦，无赞啦，是小烂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那会遮高呢？感谢。好，咱分数。哎，恭喜恁得到第2分哦，赞哦。老师感谢。好，来，第一个词小烂，就是互相拥抱嘛，来。啊，第2个是咱的小拍，咱讲看人食肉，啊，唔通啊啦，看人小拍。来，过来咱的小椒，哦，比如讲咱这个节目，哦，是学台语的好节目，所以大家小椒来啊啦，看全家有地位。上尾这是小吹，咱讲不管亲情还是朋友，也会定小吹，安尼感情才会好。不要紧，咱有第三题哦。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神、什么地、什么电、什么业呢？哦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哎呦，紧写哦，紧写哦。哎呦，你遐就紧吃哦。什么神、什么电、什么地？大家拢无人讲话啊！讲话，对。互相讲啊，互相提啊，紧嘞。什么的？起来！对啊，这边有那一个，这摆这是阮王子健身经受到的，好厉害，这个叫做失业啊，失神，失电，失力。哦，老师真有道理，是咯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哇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来，咱讲失神吼，就是一个人啊啦，咱戆神啦哈。好啊，这个失礼，咱拄则咱的冰冰姐啊，伊的歌讲迄个，若是
咱去加减来去爱着别人嘛，啊，咱来甲人安那会湿地，有无？哈，就是这个湿地啊，湿电啊，拄则咱主持人有讲到啊，风台来哈，有当时安那停电嘛，是湿电哈，啊，失业哦，疫情的期间哦，有真侪人啊，拢失业无头路，哦，这是咱4个答案。刷落去搁有哦，爱较紧的哦，吼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金、什么管、什么丝、什么头是，咧？来请抢答。嘿，什么金？什么管？什么丝？什么头？迄个金吼，就是甲认真同款的意思啦。哦，好，对啊，对啊。伊是下骹的小豆饼啦，吼。定。啊，形象哦，这像饲哦，你这偷走的，我这样呐。定好，冰冰姐啊，你的答案是？丁丝就是我的丁丝，哦我做工课是讲认真嘛，丁金，丁金，我的顶头，下骹的豆饼嘛，对。个顶管，顶管，你就是管哦，我也冇讲顶线，顶管，顶头顶管讲意思啦，差不多，嘿，对。音无音就是家用音嘛。顶丝、顶头、顶管，其实会使讲同一件代志啦。是，对啦。原来咱这当属长是咱顶丝，嘛是咱顶头，嘛是咱顶管啦。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听老师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哇，解说啊，做赞的。来，咱过来分数咧。即马就是2分哦，2比2哦。来，上尾要一题啊，关键啊。 2比2哦。好，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正、什么麦、什么水、什么能咧？哦，来，咱请抢答无？小好带上去哦。像。哎，2名答案无共款。是，迄才对，迄才对。我要写的是迄字写唔对。哇，问老师啊。嘿，咱就爱带你接老师，你是要有多一边来者？咱是NONO一边，较对，嘿。哇，这歹势，咱用NONO哥来讲一下哈。来，NONO哥。老师要先去啉茶无？你要讲20分钟呀？没，咸正啦，咸正，对，咸味嘛，透早食咸味，嘿啊，咸水，台南有一个什么嘿啊，咸水嘿，啊咸卵啦，食糜配咸卵。哦，对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真好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NONO哥这名3分咯。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拄只NONO哥解说啊真好吼，加一个吼就是迄个咸水，应该是咱冰冰姐啊写迄个盐，对，吼。啊，咱讲咸正嘛，咱就是味道，咱煮物件啊那气咸正，吼。啊，咸糜就是咸稀饭嘛，吼。所以咱海水是咸水，哈，咸水。啊，咸卵咱迄个就是咸鸭蛋嘛，咱咧火锅会炒咸卵啦，吼，啊是食糜也配咸卵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，就咱先看冰冰姐这边。冰冰姐这边得到2分咯。来，好，咱老哥这边呢？这边多好加1分3分啦，得到5分咯。5000要搁甲拼落去，所以讲咱就爱进来去咱第2回合无？咱第2回合手答定高机。手答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是安怎？咱有音乐，结果咱搁叫因拼演技，2个赛底啊，迄音乐是紧的。啊，互相进来进去，我拢无啥敢调呢。是，我甲你讲哦，咱这第2回合要应该拼较紧的，咱要抢答定高机，就一直甲一个定落去。咱这有几分？然后咱这回合吼，内底嘛是有1万。1万哦，1万，所以摕到5分，内底摕到3分较侪分的人，就使到1万啊。哦，是冠军的，咱就下摕到1万的奖金哦。吼，啊，不过咱的题目吼是较困难一点。对哦，因为咱即摆题目是全国朋友拢要来出题。无唔对，啊内面哦，佫有数学啦，嘛有可能有化学啦。哎呦，真恐怖，可能有真困难啊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即马请出题。动手。
我是卖鱼阿兰，咱这鱼啊除了咸度、凉度、上手嘛真重要哦。你讲知影上手是啥物？请问上手是什么意思？是上手。好，来手跟好好，来，敲手打。哦，一定，来，停。空气，空气是上手，氧气呀，勇气，勇气，氧气，确定袂使？空气啦，空气。老师是不是空气？安尼就无菜啊！老师讲菠菜，菜艺术表示你有讲对，对。来这边机会来啊！不是，我是这个意思，上拥挤啊，怕上手嘛。叫你第一个低角就甲讲了，叫恁小琉球的讲法来。那就拥挤咯。拥气，哎呦，我刚听过有肥啦。好吧，拥气好啊，拥气好啊。拥气或拥气拢会。来，老师是不是拥气？好，安尼就歹势啊！了嘛，不是气，可是那个音本来就会啊，对啊，是。老师，你赶紧提示哦，有气啊！因为咱平常时啊吼，真少你讲这啦吼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讲正确的吼。来，老师，氧气的台语就是勇气。拥气。啊，咱嘛有一种讲法是上手，上手是对自己来的，自己来的吼。所以你看，你著拿伫病院无，人若破病较严重，啊，喘袂过来，甲倒上手。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咱还有第二组的人啊。好，来，咱换人。是，咱即摆哥哥甲妹妹就要来比赛啊！定高机啊！好，要来定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解考安慰的医师。咱吼有当时吼心情无好，3啉一撮酒，感觉心情放轻松。即摆甲大家问一下，到底咱啉的酒是身体倒一个器官在代谢的呢？身体倒一个器官伫代谢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答。好，咱条你啉的哦。一定。好，来，依婷来。新田来。是关中，老师是不是关中？掉一半。老师讲话阁有一个落啊哦，拢甲你提示啊哦。关中不是阁一半哦。来，是倒一个器官？一定是啉酒代谢，一定是第一是肝嘛，过来就是你若袂代谢，迄就是油脂的问题嘛。哦。肝加油脂。肝也是油脂。油脂。老师是不是油脂？拄则因的问题就是。肝脏，华语叫肝脏，华语咱袂讲肝脏，咱讲肝尔。台湾人足巧的，讲一字就知啊，咱讲肝尔吼。啉酒伤肝嘛，因为90%的酒精拢是爱靠咱的肝来做代谢，所以咱讲酒安那吸者就好，唔通啉伤济。无唔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表示恁两个啉无济，对，所以无讲介注意。对，这含济，这真正是含济。你用讲肝脏啊，肝脏甲肝就共款啊。拄啊，老师咪讲一半。你就讲搁一个油脂，油脂是另外一个代谢啦。嘿，不要紧，后一组的人哦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咱无要提啊，无要搁提啊，今日变分数较重要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先生，阿峰老师。我有伫网络面顶用台语来教数学，即马同款，我要来出题目。好，这条足简单，是理论的问题。有一天啊，阿明啊参加走标的比赛哦，你走的时阵，第3名啊伫头前哦，伊就拼死命走，哇，赢过伊啦。请问大家，这个时阵阿明赢过第3名了后，阿明即马是第几名呢？走赢第3名了，即马伊是第几名咧？第几名咧？好，来手讲好，请手答。确定吗？因为伊超过第3名，伊就是老师。阿明到底会走第几名咧？讲个等来报你知哦。
赢第3名了，即马伊是第几名咧？第几名咧？好，来手讲好，请手答。来，咱这边，龙哥这边，第3名，第3名是安怎咧？因为伊超过第3名，伊就是第3名。哦，这么简单哦，这有陷阱哦。这是咱的数学的问题。好，来第3名，来老师是不是第3名？哇，数学真赞。好，哎呦，总算有分数啊！对啦，即马得到1分咯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来，伊原本是第4名嘛，伊走赢第3名，就换伊来做第3名啊。好，恭喜你！来，咱紧的换人啊！好，来准备哦，请手答不带档期哦，哈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姚英雄教授哈。我伫师大台湾语文学系退休。我即马想要用台语来跟大家分享要安怎读唐诗。好一首是李白做的《静夜思》哈。从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。请问上尾一句是要安怎读？咱请手答。哦，确定，好来，上尾街头想故乡，低头思故乡，再讲一遍。街头，喂，低头思故乡。老师，咱安尼对唔对？讲低头哟，嘿，哦，安尼就歹势啊。嘿，2个字哦，真重要。好，来机会来回分。鸭头思故乡，真正鸭头。鸭头思故乡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呢。哎呦，不是低头嘛，到底是什么头啦？清楚啦，问老师。后来老师是什么头呢？咱的古诗词爱用文音来读，咱台语有白话音，有文言音，啊，所以咱这句爱读做低头思故乡。低头思故乡。对，伊拄则讲的鸭头，这是甲解说啊。啊，咱来照伊的字，读伊的文音，所以倒下低头。低头这是文音呐。低头思故乡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其实哦，即马真侪学校吼，拢有互囡仔学这哦，吼。其实我，无紧，啊，即马少年啊，较歹讲济啦。无紧啦。无紧啦，你转去就转去啊。对，那徛啊，表现就是低头爽开。不要紧，拄来咱无分，咱阁有一题啦。加油啊！好，今日哦，上尾啊一个哦。哎呦，今日换人。我已经感觉真忏悔啊！本来我叫是我学问爸爸，来到这我才知影吼，我要学习的还阁真济。无唔对，台语哦，深的所在就是安尼，啊，阁有字嘛是足深，吼，像这低头送去想到低头，嘿，啊，阁有文音哦，无关系。人老师拢在咧讲四句咧，咱马来学一个，梅花汉中开，成功苦中来。是，是我呢，在这个时阵，讲这个时阵娘。不要紧，我甲你讲，若要学台语，就看阮专家有地有。对啦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手更好哦，来，关键来啊！无要让的啦，我要让的吼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大元中医师。吼，咱有当时啊无爽快的时阵，身躯头痛的时阵，咱会去试咱的舌骨。吼，这会使咱会钢筋较头啊，食较轻松一点啊。按摩的台语啊是哑铃，恁知影迄哑铃，迄铃是讲倒一个部位无？请问中医师讲的哑铃，迄个铃是指什么？来指下袂，我手紧哦，等下恢复。哑铃迄个铃是指什么部位咧？什么部位？什么部位？身体倒一个部位。好，来手讲好，咱请手答。你吃啊！第一有够好的啦，直接啦，是，好，来，不吃啊！
你的答案是啥？一般来讲哦，铃来讲铃棍啊，啊，不过抓敢若较袂抓到骨，抓到骨会着伤。应该铃的抓筋，哦，筋棍嘛，筋棍。所以讲的是部位哦，部位啊，铃就铃骨啦。你比出来哦，中医术嘛，这部位就铃骨啦，加就是铃骨就对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铃骨就对啦。好，来，最厉害，好。嘿，咱要加分数加落去啊！来，恭喜冰冰姐得了1分哦！冰手啊！咱冰冰姐啊，拄才去比互大家看，就是咱后壁的啥脊椎骨，咱家己叫做铃骨，还是龙骨，啊，想要叫做铃骨呢，因为啊，安尼长长嘛，甲一尾铃共款。好，咱即马进来看一下分数。看咱冰冰姐这边是1分，就是代表伊的奖金是1万哦！嘿，因为冰手所以摕到1万哦。好，啊来，咱老哥咧，嘛是1分，奖金嘛是1万，啊，加顶一回合的5000，所以就是差起哩，就是15000咯。进来去咱第3回合吧，进来去咱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有战斗的感觉哦，想要甲斗落去啊！我感觉迄个什么安娜贝尔要出来，安娜，你是要安娜？紧张的气氛，系啊，有紧张啦吼，两边拢会紧张。即我来讲，即届哦是咱2个家庭。拢爱出手啊！同齐拼输赢。无唔对，啊，毋过这上重要是组长上重要。我要问一下组长，恁这边有啥物计划无？嘿，我感觉是安尼啦吼，拄则阮真正看对面就看因噗噗啊，但即马唔敢，感觉看足清楚啊哈。我已经知影阮家己的力量是到什么时所在，所以阮即马感觉团结就是力量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啊，但是我讲的团结，唔是讲咱拢写同款的哦，咱会紧研究、紧讨论。啊，若是讲意见无同款的时阵，啊，无就3个写迄款，2个写即种，有一个敢若拢无同款，甲写着嘛无紧。就好啊啦。至少会有一个是对的啊。无唔对，安尼算是真清楚啊，真清楚。啊，若这边路哥，啊，恁的计划是啥？阮的用计划甲因无共款，阮头讨论超3点外钟。是哦。阮这个嘛才几分钟尔。阮就是计划，所以你感觉倒一题是对的，你就写，你就试迄个。哎呦，啊，咱这分数嘛是共款哦。共款，算5题了，看倒一队留上侪人落来，就会使摕到这个回合上侪2万块咯。2万块了，去拼奖金啦！为着2万块，为着2万块啦！甲拼落去啊啦！吼，来，上个咱先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时阵咱会用 UCC 这个词咧 ？A 一个人吼外劳啊足济 ，B 就是伊的衫裤足垃圾的 ，C 就是伊讲话真碰风哦。是，好，恁有10秒的时间哦，请开始。是 A、B、C 答一个咧，是 A。这个人外劳啊，足多哦，外劳啊，大家拢知嘛。还是讲穿衫裤安尼足垃圾的，还是讲话真碰风的。好 A、B、C， 大家拢有啊。好来哦，时间到。好，时间到，停。来，咱看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这边的。冰冰姐啊，这队。好，不要紧，是安怎你要选 A 咧？一个人外劳啊，真济啦，一个人外劳啊，UCC。趁足济啊！就是讲意思讲趁足济意思安尼啦。哦，这款 UCC 吼，搁敢若也不是，你像讲 UCC 伤正财，伊无介正财，比如讲贪官污吏啦，吼，UCC 或者或者是有忽然吼，
伊本来普通都安尼，拢怀财就对啦，怀财啦，就是讲掉家的对，是，即款就可以去讲油西西，还是讲伊做落倒一间，比如讲较早伊咧煎鸡排，对啦，煎鸡排爱雄雄，下即道选了对，趁真济，嘛趁个油西西安尼吼。好，咱来问一个油西西头家看卖者吼。来，头家，恁这边嘛是拢咧，拢铁机呢？面这差不多因为伊甲歹势讲啦，是，这个人贪污甲油西西。哦，有讲贪官污吏啦，贪官污吏对啊，是，安内拢杂搞，啊，毋过是毋是诶，我都毋知影咧。吼，好，来，咱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咱这个拄则咱两队其实拢有讲到这个油西西吼，啥物贪官污吏啦吼，啊是迄个，甲有讲到啥物？甲一个是迄个贪官污吏啊，坏财啦吼，坏财好。啊是做生意贪个油西西。是，啊这拢是用啥？较无正当的手段来安那趁真济利头，啊咱定有讲啊趁干那油西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好真好，来不要紧不要紧。咱即马无一人走哦，吼，无人失败哦。来，咱搁第二题哦，来，请起咧，请出题。请问传统食猪脚面线吼，除了过温以外，佫有啥物状况爱食咧 ？A. 结婚食了，互生活愈圆满。B. 论语的时阵食了，会使替爸仔母啊吼添喜寿。C. 入冬的时阵食了，会使补身体哦。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用关的有啊，人讲一心当判，二心减判，三心猪脚面线。嫁出去找囝，就是迄论话，你就爱平关的。对，我就感觉是 B， 是 B。正确的答案是。上新上刺激的单元，倒一队会赢咧？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嘿，是生活圆满，还是讲添岁寿，还是讲补身体？来，有无？有人哇！哎呦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是实在是，好时间到啊！安尼啦。铁机就是拢共款，铁机就是拢共款。啊，不，这五哦，这五枚啦。五枚哦，对五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咱明明这边拢是 B， 嘛是五枚啊。因为吼，普通一般人做生意就是拢会食猪脚面。对，猪脚面线。啊，佮有迄个去用关的，有啊。人讲啊，初判吼就是冻判，是。啊，二审就猪脚面线。是。啊，不，二审减判啦。人一审冻判，二审减判，三审。猪脚面线，就放你倒来。我现在有伫我贪官污吏啊，这黑白判判的，放这人倒去。啊，所以呢，好事时就要食猪脚面线。啊，入冬哦，咱冬季较袂去食这，冬季敢若食圆啊才对吧？食圆对是。啊，所以我就感觉是 B， 是 B。是。我补充，因为论话吼，替爸母添岁寿，嫁出去找囝。就是迄论话，你就爱平关的。是查某囝爱买啦，查某囝买猪脚面线。查某囝爱回娘家，爱买转来甲爸母添岁寿。无唔对啊！家里亲两边的祖宗拢食到，拢是食铁迄是阮这代算古早人在晓呢。过落来迄代真正，我迄两个素人都算足敖啊！我甲你讲。我讲这大家拢爱学者，以后拢爱甲传落去啦。对啦，传统袂使袂。啊，毋过是毋是 B 我都唔知影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安尼看起来10位拢笑敖的，安尼要安怎咧？我紧哪够3题啊？不要紧，来，咱听老师先解释哦。来，老师，咱定听老辈讲啥？3年一顿，啊好派教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咱台湾啊。有一个风俗嘛，跟这闰年是有关系啦，吼。咱民间流传讲啥，拄则咱老哥有讲到无吼？爸母若拄着闰年的时阵啊，会减岁寿，吼。啊，所以若拄着闰月吼，啊嫁出个查某囝，伊就爱穿这猪脚面线，等去外家甲啥，甲爸母添福寿。啊，是安怎要添福寿？因为你闰月你加活1个月，啊你也无加岁寿啊，啊迄个月毋是白活的，
吼，爱甲补转来啊，吼，啊是安怎要传这猪脚面线？因为食面线会当添福寿，啊食猪脚，互爸母的身体较勇健。好，来咱后一题啊哦，可能无遮尔啊简单啊哦。愈来愈困难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间庙是男女朋友袂当去拜？若无吼，有可能会分手哦。哦。A. 灵王庙 ，B. 猪八戒庙 ，C. 祭天大圣庙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是灵王还是猪，还是祭天的？灵王还是猪八戒，还是孙悟空？对。来哦。那知影就试落去哦 ，A、B、C 哦。一般咧讲的是先公庙袂使拜啦。啊，来这边拢还袂动手哦，来，时间到无试就当做你初级啊哦。嘿，是联盟啊，猪八戒你应该拢有听过啦。哦，时间3，来，no go。1，时间到了。时间到，好来，请停。哦，这边。过来是些什么机？五梅啊，铁机，一个铁机，嘿，拢哔哔哔，啥啦哔哔哔的爱问一下。男女朋友袂使拜有2种庙，一个是剑神李洞宾的庙，第2种是猪八戒，因为猪八戒好色，伊看到男女朋友做伙，伊若加着迄个好色，加着迄个做囡仔会食醋，所以想办法甲拆分开。好，啊那咱这边，哦哟 ，B B C C B， 啥那是 C 咧？感觉就是。孙悟空会讲人，系啊，看袂侪人恩爱，所以可能互因冤家啊，创意就对啦。所以这应该唔是恁分配的啦吼。是恁原本来想要算是。原本的。我嘛有加减诶，要保险。这三尊神看起来敢若灵王较感情无关系。对，无关系。因为 B 甲 C 拢甲感情小可有关系。是。啊，不过感情哪有关系？大圣爷。大圣爷吼，伊是比较调皮，伊较热，啊，有可能呢，找囡仔去甲你牵滚一下，甲你当一下。哎呀，啊，这哦，其实问老哥嘛是真准，伊对这嘛是有研究。我想你讲，我本身看甲李叔兄在做这个。李叔兄你好，请问今日要对话的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看一下吼 ，A、B、C 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答案是 B。好，是猪八戒哈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边。哦，5个拢对。屁拢对。啊，那这边就哇，咱2位爱先再见啦。是先休困一下哦。咱家己休困唱歌好啊。有你讲。不要紧，咱这边搁留3位哦。以后再相会。嘿，咱先听老师来解释。咱的猪八戒庙当然就是拜猪八戒嘛，是啊，猪八戒咱拢知伊啊啦，做笑嘛，真啊啦，足好笑嘛吼，所以若拄着查某水查某囡仔，就会斗猪哥烂吼，啊，所以咱这个酒家啦、舞厅啦、卡烧经啊，这8大行业，拢甲当做啥财神爷咧拜吼，啊，就是希望人客拢会当亲像啥猪八戒同款遐尔猪哥，啊，不时间交关咱生理才会加野嘛吼，啊，迄个因为正猪哥啊，哦，所以咱男女朋友啦去拜了啦，会有烂桃花啦，是哦，烂桃花所以哈，唔通去拜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过来咧后一题啊哦。好，来拢请好啊哦。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麻豆的文旦真有名啊？请问是为什么有名咧 ？A. 伊是日本天皇指定的。B. 因为当地水质特别好。C. 因为伊的产量较少。嘿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是，来哦，拄好都食过年啦，文旦，来是日本的天皇指定，还是讲咱水质特别好，还是讲咱死的产量较少咧？哎呦，嘿，来参详一下哦，想看卖哦。好，来5，要不要买保险？4、3、2，坚持哦。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来是 A、B、C、A。咱来问一个迄落字啊。其实吼，日本天皇无正经来过台湾。是。啊，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去了日本的迄落天皇叫做太子的要来行馆啦，拢有去。啊，都去好了，其实伊拢无来。啊，无来，但是咱的物件真侪拢进贡去互伊食。啊，食了后，伊会有伊会有评语啊，感觉讲会即个赞安怎呢吼？
我感觉要互这个名，较早皇帝讲的，就是圣旨啊。哦，我个人感觉是安尼。是，迄阵就叫做日本时代啦。日本时代。好，来这边有话要讲啊。王主。阮兜住麻豆。你是麻豆啦？我应该拄啊跟你参详。麻豆的农会的箱啊，拢有印一个迄个皇帝。啊，话来讲，迄是嘉庆君，但是嘉庆君唔捌来过台湾。所以你感觉是日本的天皇，天皇嘛唔捌来过台湾咯。啊，但是因迄溪啊，拢会印一个天皇，因为麻豆的水无特别。无特别好，啊，然后山梁嘛无遮尔少啊，因为咱即摆油啊哦，真正迄温淡要抓出，山梁拢足济有诶拢。即摆是有些外围无爱甲咱买，咱拢弄废掉啊，是，咱来听第 A， 嘿，阮分配啦，嘿，来组长。分配，阮先甲迄个较无可能诶，死位掉，阮感觉较无可能，是，对，山梁少，因为足济所在。伊即摆拢足济种文旦甲油啊，是花莲嘛有啦，八里嘛有啦，对啊。啊，你答案是 A 咧，系啊，吼，你嘛是感觉天皇，日本天皇。因为较早系啊，可能大家甲台湾好食的水果进贡日本，系啊，啊天皇问讲啊，这是啥物件来最好食安尼？你感觉遐的水质真好？我试了以后有小可后悔。哎，因为水的话，应该是南投那边的南岛玻璃，啊，不过有诶吼，分散风险。嘿，有诶吼，拢是人伫讲诶啦，啊，真正其实咱台湾起码水质一直真好啊啦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哦，咱要看一下哦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家己莫再见啊！再见啊咧吼，啊咱这边嘛再见啊，剩两位，剩几个？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师，这个麻豆的文旦烧啊真有名吼，是伫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是迄个指定啥，敢若日本天皇才会当食哦，一般的人袂使学袂食，所以伊的文旦肠、伊的文旦拢是有管制。吼，拢有管制，准则是你家己种的，你嘛袂使黑白板来食，所以这条答案就是日本天皇指定的。还有一题哦，加油哦！好，过来啊，上尾一题哦。来，上尾咱请请出题。请问米台猪嘛是天光卖吧？是啥物意思？米台猪天光才咧卖吧？哦，是啥物意思？恁敢知 ？A， 伊就是牙价 ；B， 做代志卖着急。C 就是唔知变巧。嘿，恁有10秒时间，米台猪啊，嘛是天光卖吧啦。嘿，米台猪啦。哦，是压价咧，还是做代志啊？真着急，还是讲唔知影变巧？做代志唔卖着急。1、时间到。来停，来咱即马看一下哦，吼，来。这边拢是 B， 吼，这边是一个 A， 一个 B， 吼，来，咱先听哪个这边好？刚才我一个 A 哦，你上特别咧，所以刚才我一个赢尔。歹讲哦，我甲你讲，无听着都是你赢呢。系啊，你啥来感觉是压价呢？无啊，你就是你就压价，你就知影天光到要开始卖吧，你就啊。半暝个台底啊，对啊，你听啊，你压价对啊，你这个时阵，唔是讲去困，你就等时间要到，再来抬，唔才会起。嘛是会使呢。好，来，咱听咱这边。主见来，你有足侪意见的哦。因为迄个卖台猪嘛是爱等到天光，才当去卖吧。对啊。啊压价应该就是你加做的叫做压价。叫做压价。你这个免着急啊，你天光才要卖，你半暝啊抬要创啥？哦。啊，那压价吼是应该是，比如讲查某就我独身啊，我就欢喜喜，啊无代志来去爱一个，去共耕一家，哦，迄家来欠安尼，你趁我欠要好个，就免2年，欠到我要死去啊，迄就压价啊。哦。翁佫无乖啊，对无？咱即摆来看者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所以冰冰姐
啊，这边是3个拢对。对，啊，那咱老哥这边就是。老哥爱试失败咯，歹势。哦2分嘛是输啊。无唔对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吼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咱这条讲梅台猪嘛是天公袂肉吼，因为自来咱台湾人安那爱食啥物现台的猪，吼，啊较不爱食迄冷冻的，所以一般咱台猪拢是特别天公较台嘛。啊，准做你半暝就台好，啊你嘛是爱等到天公，才会当摕去早市卖啊。所以呢，哦，免着急嘛。对，所以这句话是讲，甲咱讲做代志啊呐，免急啦，你爱等待啥好时机，就敢若咱掠鱼。爱趁流水，啊若捕蝉，你就爱等春天。哦，真有道理哦。老师讲得有够赞。哦，咱去学着安尼。无老师将伊满腹的心事拢啊放互咱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日看咱2队的分数，好吧？咱先看冰冰姐这边。冰冰姐这边吼，上尾是留下3个人哦。啊，那咱老哥这边呢？老哥这边上尾也是留下1个人啦，较可惜。所以讲，咱冰冰姐这边的奖金是偌济咧？今嘛摕到2万块，2万块，加他都系1万，今嘛有3万咯。好，咱今嘛进来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当中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哇，有精彩无？精彩！是好，咱今嘛来摕奖金。嘿嘿嘿，游台湾呐！第一位就是咱冰冰姐啊，冰冰姐啊，我要出题啊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总决赛宋江镇是什么所在？屏东会当去。摕奖金游台湾，白冰冰队会当摕走偌济钱呢？请问总决赛宋江镇是什么所在？屏东会当去。高雄雷门。啊，正确，我来，来，再来小王，整个小红，红是倒位？屏东啊，正确，来，夜嘛加几啊厝？这都是。嘉义的民谣。啊，正确，河边街的手工。宜兰，手工宜兰，什么节？是咱的起草行跟北皮寮。艋舺。都位艋舺，是正确。好，来，咱看这里有几秒咧？是咱即马，我进来一看，佫剩27秒咯。所以讲，咱的奖金就是27000块。好，大家即马看到拢知影这倒位对无？对啊。嘿，按咱听老师来解说，更加清楚一点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第一个答案较注意的是这个高雄的雷门内门，爱念内门，嘿，咱地号名就是爱照在地人伊的讲法啦吼，所以念做内门咯吼。好，啊上尾是咱的青草巷，咱的艋舺遮这青草巷台中嘛有，啊毋过艋舺遮是咱台湾上大的青草的集散地，哦，啊北皮寮，大家应该。拢知影啦。对，伊有一出电影是啥？艋舺嘛，艋舺伊就有直接取景，伊遐的这街市是对啥清朝时代就有啊。哦，所以咱会当去遐去艋舺市街遐看到清朝时代留落来200多档的这个历史建筑。咱奖金不哩济呢，咱奖金偌济？恭喜咱冰冰姐摕着27000咯！是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去颁奖。耶！颁奖！来，这真正有影有奖金27000，啊，咱即摆就爱先来谢谢咱的嘿台语讲老师。是感谢咱辛苦的林淑琪林老师，好，谢感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专家有你位，喊到顶讲台语，强强吃巴黎啦，各位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
你着保重，唔通伤悲，我会想你。自你离开，雨水落袂离，苦苦相思，夜夜想你。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困袂去眠。房间内棉被嘛冷叽叽，无你牵过日，一日如三秋。真希望一阵在伊的身边，真希望以后拢不会分开，永远永远伴相随。